啦，這個國民黨台中市長的初選是江啟臣甲楊瓊英正地啊之爭，早起來公布着初選的結果是江啟臣贏，將代表着國民黨參選台中市長。啊，楊瓊英講，伊尊重初選的結果，嘛會全力來助選，完全支持江啟臣。過程當中有競爭但是呢，總是有一個好的結局出來。民調拼贏，成功拍退資深的立委楊瓊英，由立法院副院長江啟臣代表國民黨參選台中市長。我在這邊也要特別感謝瓊英姐，剛才院會休息5分鐘，我也特別打電話給她表達感謝，也拜託她在接下來的競選的工作上面，能夠來全力協助我。公布結果後，國民黨加油！楊瓊英強調講，會將30當來地方服務累積的成果化為助選的戰力。勝者就是提名人，敗者就是助選人。我會將30年來在地方服務累積的能量，化為助選的戰力。初選剛結束，就是勝選的開始。其實初選只是一個過程，更重要是接下來的大選哈。所以接下來呢，我們大家一定要團結。選前台中市長盧秀燕掛保證，講一定會團結，袂有人脫黨參選。啊，即馬正地啊之爭已經確定啊，地方嘛講趕緊備戰。提名完成之後，我想跟其他各個層次之間的合縱聯合跟聯合競選，也要盡快來啟動。4月開始提名作業完成之後，也要來盡快啟動議員的提名作業。針對內部參考的民調，國民黨中央依照協調數字無要公布。像我們民進黨，我們其實在民調初選的過程中，我們都會公布數字，讓大家清楚明確的知道是由誰來勝出。那看起來他們也是一個內部協調的過程。我早就做好1對1的這個對戰的準備了。今天江副院長出現。那當然呢，就是確定人選。那對我來講呢，我就是用最踏實、堅定的態度呢，能夠呢正面迎戰。民進黨參選人何欣純正面迎戰，準備要拼台中市長。Hello， 我是張新文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